丰盛的性命，因为上帝疼咱世间人，所以以后咱有一个丰盛，过一个丰盛的性命伫咧。但是咱毋知有过这个丰盛性命啊无，所以咱为几个主题，这个主题下面，咱有经过第2讲，即嘛已经第3讲，咱来小可复习一下。头一讲是咱讲，咱来期待，咱有这个梦想会当实现。梦想，咱也敢若想讲，啊，这是白日梦的时，你就想讲，咱期待咱的所想的会当实现。这内底是咱有讲到讲啊，咱伫新年中间，咱有这个期待的时阵，咱毋忘这个期待是甲上帝咱结连做伙，是上帝会为上帝来所领受的这个期待，毋是咱家己的。若是安尼的时，你自然对这个期待，你就会当感觉一定实现，因为这个期待是安怎？是上帝互咱清楚佮真正面的。然后因为是上帝所予咱的，咱就用上帝眼光伫遐来看这代志。上是咱因为上帝要祝福伫咱的顶面，咱就不断挖靠伊，然后咱的期待、咱的梦想就会当伫遐来实现。第2讲是咱讲到，咱要过着一个丰盛性命时，咱需要有一个真健康的这个健康的这种自我的形象伫咧，就是对你家己有这个有把握啊无？原来咱每一个人所创造的是上帝照着伊的形象所创造的，每一个人拢是上帝看最好的。可能你的才能，可能你的恩赐无遐尼大，但是咱伫圣经中间看起。耶稣的譬如嘛讲，世间嘛有这主人甲伊的萝卜讲，互伊即个5000个，互这2000个，互伊这1000个。为什么安尼？因为伊知每一项的才能无共款，每一项恩赐无共款，但是每一项拢是独一上帝所创造的。你我嘛拢共款，上帝互咱每一项的身上的使命无共款，但是咱拢是独一唯一的，因为咱是照着上帝形象伫遐来创造的。所以咱就爱，但是咱常常受到咱的这个社会的这种污染伫咧，咱开始有一寡思想是负面的，一寡思想毋是照着上帝所欢喜的这种想法伫遐咧思考，伫遐咧咱的行为，就变成安尼时阵，咱需要甲这旧的我，这个旧的人伫迄个所在甲脱离开。伊人包括这行为，拢总是上帝无欢喜的，咱爱离开迄。然后，咱就成做一个新造的人。咱既然洗礼，咱既然相信一个主耶稣的时阵，咱就成做一个新造的人。咱伫咱内底去活，不再是老的我，乃是基督伫我内底咧活。所以，咱的行为就必须要做出来，会当应光伫上帝。咱若要有这个丰盛的性命的时阵，咱来养成一种健康的自我的这种现象。这个自我的现象是安怎？你要接纳上帝所创造的你。上帝已经创造你，就是安尼。你就伫迄个所在完全接纳。你不在讲，因为我有啥物缺点的时，就是上帝所创造无完美。无，上帝是你要伫你完美较好的所在，伫迄个所在有一表现出来。所以毋茫咱就要开始接纳咱家己上帝所创造的自我，然后你要有一个真坚定的信仰伫上帝话语方面。上帝话语内底是真侪即种。造就咱、帮助咱、勉励咱的，你要定根伫迄个所在，你的人生才袂常常伫负面的这种情形伫咧。然后你来加入伫真健康的信仰的这种群体，就是才加入伫教会团体中间，所以就让彼此伫迄个所在来鼓励。当然已经学习着讲，咱要过一个丰盛的性命的时阵，咱需要安尼，咱需要一个真期待咱所梦想、咱的期待呢，上帝祝福伫顶面就应该实现。然后，咱对家己也有一个信心伫咧。上帝创造我，毋是无路用的，是我知影我的命运、我的命定是甚物无。第三，咱要来学习的是讲，你有感觉讲，你对你的人生有满意啊无？你对你的人生、对你的命运有感觉有满意？特别为2008年8月开始的时，咱的这个世界有这金融风暴伫咧，为美国的次级贷。房屋的这个次级贷开始的时，竟然拍到咱这所在，咱嘛完全受到这个影响，规个世界经济伫迄个所在产生混乱伫咧，金融的这种风暴伫咧，嘛有国家为着安尼来破产，还是咱看咱最近的这种，最近咱的经济情伫咱社会中，啥物物件拢起价，逐项都起价，汽油嘛讲要起到95的，要起到33块以上啊，以前是毋捌有遮尔悬价，逐项物件都咧起价。你会感觉伫即个中间的时阵，你是毋是感觉你的人生？我感觉是非常的凄惨，是毋是？
伫过去这2008年来时，嘛有真侪人经历到即种无薪假，强迫你啊休困，休困的时无互你薪水，嘛有人因为安尼工作无去。圣经甲咱讲，万事互相效力，万事互相效力，要听上帝人得到利益。你敢毋通亲身去感受即句话？伫我的心中的时所发生遮个代志，明明就遮尔不如意，明明就遮尔凄惨。我要哪会当满意？讲这就是我嘛是听上帝啊！我敢有当得到利益啊？你到底有满意着你的人生、你的命运啊无？你的思想到底是负面的，还是正面的？你当着一项代志，像我拄则讲遐无好不如意的时阵，你心内是安怎想？你会想讲我的运气哪会遮歹，我哪会遮衰？还是讲啊，上帝，互我既然就这代志发生，我就用正面来看。原来我即满若有薪假，我即满若是休困较侪时，我会当搁较侪时间，会当甲厝娘送去做伙。啊是讲我有搁较侪时间会当去进修，平常时想无用，我都无办法啦。是毋是有一寡这正面的想法伫咱中间？你的思想到底是常常是正面，还是负面的搁较侪？你对你毋知影即个未来，你是充满了毋望，还是惊吓？真侪人去算命。算命为着甚物？因为伊对伊的未来毋知影，伊开始就伫迄所在惊吓。当真正互你知影讲你未来是安怎，你生活敢会较好个？你会讲我后生着想努力，我著已经知影未来是安怎。啊是我努力嘛无效，因为未来就甲我讲我袂成功啊。互你知影，毋知影未来其实是对咱的一种稳定伫咧。伊互你毋知你有未来，但是互你有一个毋望伫咧。互你知影讲，你若安怎行，你会当安怎？所以你著是有一个努力，然后你才会对你的未来你有一个毋望伫咧。这才是咱一个生命应该有的这种正确的认知伫咧。你对未来你的信心到底是安怎？2、3年前的时开始有一个思想讲，伫遐2012年2012是世界末日。哇，足侪资料伫迄世讲，一直找到真证明讲就是安尼。咱嘛看有一个电影2012，哇，恐怖！迄个世界末期到的时阵，是规个拢伫迄个所在来灭无去，甚至迄足悬的山水嘛会淹到迄个所在去。你敢会相信安尼？你的未来，你我知影咱中间嘛有人咧怀疑讲，2012年是毋是世界末日到啊？你的未来是安怎？我相信未来是安怎？伫圣经中间，互咱的教示是讲。耶稣连伊讲伊嘛毋知是安怎，所以咱经过遮尔侪以前对即个圣经误解所产生的，不管是95年壬8月也好，飞碟事件也好，贝里斯也好，遮拢在咧甲咱证明讲，你若讲着世间伫倒一个时阵要灭亡，要伫遐来消失，要安怎时，其实迄拢是无正确的，因为圣经中间讲，即个时阵咱拢毋知。但是圣经有互咱一个讲法是讲，迄个主耶稣要搁再来的时阵，福音已经遍传的时阵，咱知咱真侪只功课也无，所以咱来认真伫这所在做。不管安怎，你对未来未知的这种未来，你到底你是惊吓还是毋望？你感觉咱的人生有办法去改变啊无？我当透过我改变我的思想时，来改变我的想法无？咱要过一个丰盛的生命。我感觉我过去这生命，感觉无啥物通去，甚至我感觉过了真足凄惨的。要哪会当搁一摆来讲，上帝就要我丰盛生命，到底是要安怎好啊？是突然有顶点放落来，还是安怎？还是要透过我的思想来更改？还是要透过啥物？到底是要用啥物方法？今日要向大家思考的是，到底咱的思想改变的时阵，咱的人生是安会得改变？圣经互咱的教示是安怎？咱要为圣经上个来看，今日圣经在甲咱讲。只要讲坚信我靠你的，你要保守伊10分平安，因为伊我靠你。我搁下一个是这个现代中文译本，只要讲上主啊，你把完全的平安赐给意志坚强的人，赐给信靠你的人。意思已经真活，但我无讲，但是已经较活的原文意思。搁一个是，我感觉翻译了较好，是因为迄是英文，是 King James Version， 就是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， 叫做啥？钦定本哈，钦定本，伊讲的是就讲，上帝要将迄个10分的这种平安赏赐予思想带留伫伊心上的人。你的思想
若是一直注目伫上帝心上的人，上帝要将迄个完全的平安赏赐互伊。原文的意思是要甲咱讲安尼，但是咱的翻译即讲坚定的信心，要安怎来坚定的信心？还是讲意志坚定，要来挖靠伊，到底是啥物意思？原来就是你的思想拢总系伫上帝心上的。即种的人，上帝要将即个完全的平安赏赐伫伊中间。这是圣经互咱今仔日圣经在互咱的教示。另外，圣经甲咱讲到啊，讲你的思想若想到要惊吓的时阵，其实你就一直会去得到惊吓。这代志就伫遐来发生。约伯记第3章的25节，伊就安尼写：因为我所惊吓的，我所惊的临到我，我所惊吓的到伫我。你愈惊，你就愈感觉这代志就一直发生伫你的心上。今仔日圣经就甲咱讲，你若用你的想法下伫上帝心上的时，迄个完全的平安就要赏赐到伫你的中间。所以咱若要期待有一个完全的平安的时阵，咱要会当过着丰盛的生命时，其实咱要将咱要选择下伫上帝心意的这个想法，这个思想呢，要下伫上帝心意，就是你专注伫上帝心上。所以直接要来问讲，什么才叫做下上帝心意的思想？头一项，就是积极正面的这种思想。这上帝互咱的这个思想，下伫伊的旨意的这个思想，就是正面积极的。什么叫做正面？正面就是你嘛会遇到问题，但是你愿意去面对伊，你嘛愿意去接受这个挑战，你就开始知影讲，原来我是不足的，原来我是有限的，原来我是软正的，所以我要去挖靠迄个会当帮助我的。上个大有能力啥，就是上帝啊！较细的问题，我来帮，毋茫我的爸爸妈妈来帮助我，我的朋友来帮助，但是当大问题啥，有上帝互咱挖靠啊！你愿意去面对这个问题，那愿意，你就是一个正面的思想，你才会得到成长。负面的思想是啥？当着问题时，伊开始闪避，伊就在躲闪来离开，甚至也放弃。我袂努力啊！这是我无办法的啦。伊就是一种负面的思想。圣经甲咱教示的是啥物？伫哥林多前书13章第7节，即个听的诗篇内底讲安怎讲？凡事忍受，凡事相信，凡事毋忘，凡事吞忍。伊无讲好的代志，咱忍受；好的代志相信；好的代志毋忘；好的代志吞忍。然后遐歹，咱就想办法吧。伊讲凡事，所以凡事的意思是啥？包括所有的代志伫咧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的16节到18节是嘛安尼讲？伊伫遐讲，着常常欢喜，着祈祷无煞，凡事感谢，凡事感谢。甲咱讲是啥？所有的代志好歹拢总是爱安尼，即表示讲要互咱有一个真积极正面的思想伫。所以伫遐讲，凡事咱会当选择正面的思想来欢迎，甚至咱会当感恩。咱会记伫旧年咱咧讲到和平使者时，讲到一个例。有两个人是即同学，一个人去做老板，伊就邀请过一个去做伊的即个总经理。到一段时间已经发展到袂歹的时阵，突然毋知啥物代志，即个老板呢要甲即个总经理的同学要甲抬头解除掉。哇！伊就非常的气，伊就苦毒就伫伊中间，两个就开始攻击来攻击去。最后因去请一个辅导来甲因协调的时候，迄个辅导想无办法，最后甲伊讲安尼啦。腓立比书第4章第8节，咱较咱会去看着。也讲恁若有啥物真实的啦、可敬的啦、公义的啦、清洁者，你着去想这，毋通去想别项。所以我互你一个功课，转去将一张 A4 的纸摕出来，开始想讲对方有啥物通可敬的、啥物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代志、美好的代志，写起来。因拢讲无问题，我10秒就当解决啦，因为伊对方无这个特色。迄阵是安尼想法，倒竟已经开始想。既然我著爱写好的代志，我到底爱想？一开始拢想无，开始一个念头出来，就伊来帮助我啊，开始写。这帮助是啥？做即个开发部的经理啊，伊伫遐发展啥物物件，愈写愈侪 A4 拢写完了，开始就流目屎。对我有遮尔帮助的人，我为什么要甲开除掉？原来咱所想的是一个负面的。你会当凡事伫遐来想一个正面的。华德迪士尼，咱拢知，伊是即个迪士尼电影，还是即个迪士尼乐园，
伊的即个创设的。你知影伊咧开始食头路的时阵，去一个报社的时阵，去互报社甲开除，理由是讲伊所为的即个图缺乏创意。但是咱知影华尔迪士尼，互咱做侪新的创意出来。伊无因为迄个报社甲伊开除了时，伊就失望。原来我是即种的人。爱因斯坦4岁的时才会晓讲话，7岁的时才会晓认字。伊老师互伊的评语是讲反应迟钝。满脑不切实际，这个人去互人退学，然后搁去申请苏黎世技术学院时去用古绝。但是咱即马拢讲爱因斯坦是20世纪上较有智慧的人。约翰兰龙，披头士内底一个歌手，伊诚做一个亿万富翁。伊有名以后，伊送一个匾，互伊的。尤其大汉的即种阿哥，伊顶头写伊阿哥常常甲伊写一句话，讲无人会当靠弹吉他来食饭，但是伊靠吉他诚做亿万富翁。互咱讲伊讲，遮个人因拢无因为一细汉的时阵，伫去受到遮无好种思想互伊的时，伊无因为安尼就消沉落去。伊有一个积极、有一个正面的思想伫咧，你就当得到改变。圣经甲咱讲就是凡事，凡事你就要感恩，不管当伫什么时阵的时，你拢会当用感谢的心伫遐来面对伊。这是第一个。什么叫做下上帝心意的思想？就是积极正面的。第二项是公义甲圣洁的这思想伫咧。咱看咱现在社会，咱的媒体互咱的影响是啥？咱开始拢去想一寡暴力、一寡色情、一寡无好这个画面。咱看报纸也好。看即个新闻的报道也好，甚至咱有一种报，有一个报啊，卖了袂歹的，就是因为拢有足大即个画面伫遐，伊无办法去甲现场去翕相落来时，伊嘛会家己制作一个模拟画面的即种报纸，卖了非常的好。你敢若是即个当着这咱的社会中有啥物代志是不公不义的代志？报纸无一个真正面伫个所在来论。来甲伊竞争啊，来报一寡好的这事，咱看见是即种。敢若只有求讲，我会当有报一个独家的新闻，我会当报迄种愈耸动的愈好，愈八卦愈好。敢若别人拢毋知呢，敢若我知影迄种的到底对啊毋对啊，无关系啦。只有现侪人要看就好。咱看见是即种负面的这，但是圣经互咱教示是啥？就是诗篇，即腓立比书第4章第8节底下所讲的。伊底下讲。腓立比书第4章的第8节，伊讲：当兄弟啊，隔壁来讲，既若真实的，既若可敬的，既若公义的，既若清洁的，既若通听的，既若好名声的，若有啥物德行，啥物通学了，才会领着少年。伊叫咱少年是物？少年是这正面的、积极的物件，毋是遐负面的这物件伫咧。这是第2项，咱咧看见的时。但是你变咱会知影讲，我会当去结连着这好的。咱的社会就是充满这，甚至咱目前的社会是互咱知影讲，无是非啦，有立场就好啦。你若是哪的，你就是哪，哪就是对；啊，若立就是立，就是对。敢若有立场就好，无是非伫咧。这敢有影是圣经中间的教示噶？圣经中间甲咱讲安怎？咱若要有当想到这好的代事，少年这好代志啊，原来你要去结连着迄个好的源头。你若离开这个源头，你当然无啊！你水龙头，你水你若无接去入这个水源内底，你开开要哪有水？你要当思想着好的物件，你若无接着好，你哪会当去想着好？无办法，你一定要倒转来，甲这个美好的源头会结连做。迄个美好源头呢，就是迄个听的源头，就是上帝。咱看去伫这约翰一书第4章16节底下讲，上帝就是听。个人若踮伫听的时，就是踮伫上帝内底，上帝就踮伫你内底。原来咱一定要含上帝结连做伙啊！才有迄个听，才有迄个听，你才会当去想到迄个美好的即个部分伫咧。所以，当咱若是选择咱要公义、要圣洁、要美好的这种思想时，其实咱的灵魂就已经咧接受上帝的这种管压伫咧。你想看，你若是伫上帝管压。你若浸伫上帝恩典内面，上帝这个公义圣洁好的内底时，你袂变做迄个公义圣洁啊，一定会。是只不过咱选择毋对啦，
倒病。你若是你沉沦伫迄种黑暗、即种罪恶的即种思想中间时，其实你的灵魂就一直受到这魔鬼伫遐咧甲你残害。所以你自然袂当去想到迄个美好的，你就无办法有迄个公义性格思想出来。这是第二。第三，符合伫下上帝心意的思想到底啥？你就要安怎来选择？就是相信应允的这种思想。圣经鼓励讲，咱来常常来想属天的这种的代志，对不对？伊哥罗西书第3章的第2节，伊安尼讲，着伫于顶面的代志，毋通伫于地上的事。啥物叫做顶面的代志？原来顶面的代志就是讲上帝国度、上帝属性，伊是仁美，伊是公义，伊是慈爱，这顶面这就是伊的属性，对不对？上帝是啥物款的上帝？然后上帝伊永远的这种真旨意甲计划到底是啥物？圣经中间的真理，伊的要甲咱讲的这种道理到底是啥物？这就是上天的、属伫天的这种顶面的这代志。圣经爱咱去思考是思考这个，然后有这个健康正确的思想时，咱才会当伫地面上来生活。因为你才有标准通挖靠的。所以个人讲啊呐，其中这属天这代志中间呐，上界会当影响的到底是啥？而且讲要互咱活出美好，会当领受丰盛生命，就是上帝的应允。因为这上帝应允就是互咱一个保证，伊甲你讲要安怎？哇！你若相信，你领受到伊的时，你就开始安那改变你的信念，然后你就提升你的信心，你就让改变你的人生。应允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上帝家己亲自做一个，甲咱讲上帝应允就是安那，是真实通可靠，因为伊要互咱的生命中间活出上帝的荣耀。应允是上帝要照着咱的。因为来成就的时，就是照着咱荣耀跟上帝的荣耀的咧。所以上帝当然是要互伊的应允伫遐来实现啊。咱伫哥林多后书的第1章的20节，伫即个所讲的，因为上帝所应允的无论偌济，在伫伊拢有是，所以阿们也是对伊，互上帝对咱得到应允。上帝一定会互伊的应允实现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咱受这个应允了，咱得到成就了，咱就因为安尼会当应允上帝的名。上帝要互伊的名得到该应允，伊就是互伊的应允会当实现啦。那呢，上帝阁为着伊的应允伫遐来救助。希伯来书第6章的17节到18节，伊惊咱袂当遐尼较信伫咧，所以伊甚至为着伊的应允伫这个所在来救助。伊讲啊。安尼，上帝爱要给我显明伊的旨意为伊益，互这个承接应允的人知，才用救助来做见证。要对2项为伊益的事，上帝所为白差的，要互咱大大安慰，就是咱已经都壁来去所下伫头前的毋望。法务办讲安那讲。他神愿意那承受应许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，就起誓为证。伊要证明伊的应允是袂改变的，伊家己救抓。上帝是非常注重伫伊的这应允的人。咱若是咱就要问讲，那安尼我要安怎去掉伫上帝的这个应允的人？我要安怎，互我的思想会当常常充满着上帝的这个应允的咧。拢总有4项，头一项你都要去听。圣经甲咱讲，既那安尼吼，心是出伫听，听是对基督的言语。你若无听去，你要哪会当相信？所以你得爱听，所以常常勉励咱讲，常常爱参加聚会，常常参加会当听到上帝话语的机会。咱毋当放弃遐来听上帝的话。因为上帝的话，若是也叫讨放出来的时阵，圣神就来帮咱。圣神要运行伫上帝话语教的所在，上帝话若到伫你的心内底的时阵，圣神就照着上帝话语运行伫你的心内底，你的信心就得到非常坚强的。所以头前你就是爱去听，爱大量的尽量去听着上帝话语。若无第二安怎？你家己读，你爱必须要家己去读。
伫启示录第1章的第3节，伫迄个所在就甲咱讲着，你若去讲，见若读甲听这的参语来守其中所记载的有福气，因为日期近啦。法务办公念这书上预言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，都是有福的。你爱读一读，读你就有这个福气伫你的中间。你若读圣经的时阵，你就有这个福气的这个愿望，有祝福要到伫你的身上来。有两本册非常有名，这个非常有帮助啦吼。一本册叫做《如果没有圣经》，佮一本册是《如果没有耶稣》。伫即个所在，伊将即摆现在即个世界，伊讲圣经甲道德关系，圣经甲社会，圣经甲法律，圣经甲政治，圣经甲科学，圣经甲文学，圣经甲探险，圣经甲每工的事物的关系是啥？伫遐一一证明，即个世界若无即个圣经是偌尔凄惨。搁一个因讲，如果无耶稣，嘛是共款安尼来证明。咱需要去来读上帝即个话语的，因为上帝话语会带来即个祝福伫咱的心上的。要安怎来读上帝话语？只建议咱有4种方法。头一个，你会当去读无共款的即个版本的。他拄仔咱已经伫华语版的时，咱有讲咧，大部分拢读和合本，那么互大家看见现代中文译本。牧师手头摕即本呢是和合本的修订版，因为咱的和合本已经差不多100年啊。足侪话语拢毋是咱现代咧用的话语，有的字咱嘛找无字，即个字伫咧，所以即个有修正，讲即个较现代看有的，而且字眼嘛是拢咱即摆咧用。你会当用足侪即种言语，他都有讲的 King James Version， 嘛有 NIV， 嘛有 INRSV， 有足侪即种版本的。即个版本要创啥？因为咱发觉讲人的言语、人的语言无办法遐尼充分来表达上帝意义伫咧。啊，咱无办法啦，咱的字就是安尼，所以咱只会当写出来是安尼。但是你若看足侪本的时候，哦，原来即句话是遮尔丰富的，有即个意思，佫有即个意思，佫有即个意思伫咧。所以你若看愈侪版本的时候，对你的了解就愈侪去。啊，是你有真系统去看圣经，在你至少对即卷的圣经会当非常的了解。像咱顶面看《使徒行传》，你大概对《使徒行传》你就真这规整个即种了解伫咧。啊，是你家己会当做笔记。然后还是无，你就大量读愈侪愈好。我无一定明白安怎，无要紧。你有一个较无心，上帝就要用圣经互你明白，以经解经，用圣经来解说圣经。你一直读落去，读落去，你有一个较无心的上帝，就会透过圣经互你了解。这个方法毋是讲一定要用倒一个方法，每一个方法拢总有帮助。意思是你爱读。你要哪会当，互你的思想内底充满了，就讲是会当抓着上帝应允。你无看上帝应允，你要哪会知？你当然毋知，所以你得读、听、读。第三，你得爱怎？第三，你得爱去。咱读的时候，毋是干那咱来读，包括即个君王嘛会读伫《申命记》的17章的19节的时阵，迄个所在先知甲即个。迄阵的以色列王伫遐讲，你甲爱遮个册，你来常常摕伫你的身躯边，好好来学习，然后去遵守。君王就爱去读啊，何况是咱？然后咱来进到第三项，就是讲，你着爱想，读了的时，你着爱去想。圣经中间非常强调想的部分，诗篇第1篇的第20到第3节的所在，伫迄个所在，安尼甲咱讲，讲咱着讲你。对上帝话，你若伫遐咧勉励善思的，这个人就有福气伫咧。咱所看见圣经中间非常强调讲你上帝话，你毋若去读，你来得去想。啥物叫做想？想就是讲你会当专心伫这项事顶面，佮着想讲即句话伫现代今仔日上帝要甲我讲啥物？伊的运用到底是啥物？这就是想。上帝有遮尔侪话语。伫圣经中间咧，甲咱讲，伫几千年前安尼讲，现在咱看嘛是个安尼。对以前有帮助，对咱有帮助无？绝对有帮助的。所以你要想讲，上帝伫即个言语中间要甲咱讲什么？伊的运用到底是如何？所以咱来当背搁较侪圣经的时，咱常常就会当伫遐来搁一摆来想，搁一摆来想，你就会当得到帮助。因为圣心的气力是缀着上帝话语来实现出来。
咱看创世纪第1章的时阵，上帝讲有光就有光，上帝话语一出，圣神的气来就行到迄个所在。圣神的气来只有军队上帝的话语来。所以你若咱捌愈侪上帝话语的时，会当愈有帮助。咱伫2年前的时有推动，咱每一个人拢印到一本上帝话真好用。咱伫遐内底就讲着17项的情形。你有可能是讲，你要对付你的老我，你伫骄傲的时阵要安怎？你面对这种死亡的时要安怎？你面对伤心绝望的时要安怎？你有财务的困境的时要安怎？你真受气的时要安怎？你有病痛来是要安怎？你失到平安是要安怎？这拢甲你分做17项。伫这中间是有啥物圣经在甲你讲？短短啊，拢真有帮助。咱迄阵推动，爱大家起来背，嘛，足侪人伫这所来背去。这背起来圣经在要请到咱的帮助。你毋若爱去听，你毋若爱读，你嘛会使安怎好好想伊的运用到底是啥物？其实第4就是安怎，你爱甲行出来。行出来时是为着咱家己，行出来是为着要建立咱永远性命的根基伫咧，也是为着咱人生大业哦，要奠定一个美好的这种基础伫咧。因为伫雅各书第1章的25个50所在，就是安尼甲咱讲。然后咱看伫新约时，耶稣嘛甲咱讲，听搁去行的人，就看见起造伊的厝伫即个石盘顶。若无的时，就起伫沙的顶面，风一来伊就倒，雨一来伊就倒去。所以讲，咱若干人光说不练，就是你会晓背这个圣经在，但是背起来就好啊。我拢无要去照安尼去行的人啊，其实你的性命已经充满了足侪破口的。你的一生咧创啥物？咧补破口。因为我无照着上帝的意思，上帝要爱我去行，我无去行的时，你开始你的人生开始伫遐呈现足侪问题，足侪破口开始发生啊。所以你一生就咧无用啥，无用补破口啦。这破口一直咧补哪定？你来听着上帝话，搁去行的，就是照着这圣经在甲咱讲，就哪才能咱起住起伫石盘顶面，你会使非常的坚固，因为伊起伫石盘顶的时就非常坚固。今仔要甲咱讲，咱要过一个丰盛的生命的时，咱来选择下伫上帝心意的这种思想伫咧，因为思想会当改变咱的行为，行为就改变咱的命运伫咧。要安怎会当？什么是下上帝心意的这种思想呢？头一是积极正面的思想，第二伊是公义圣洁的思想，第三伊是照着上帝应允的这种思想。要当知影上帝应允伫咧，你都要常常伫遐来有机会就听上帝话语，有机会就读上帝话语，有机会就伫遐来思想上帝话语，伫我生命中间意义是啥物？第三，就个行出来。然后你的生命就要得到改变。咱结论来看，最老价对这种好事的时候，迄阵的水的行动，就是迄种形状。若是安尼，咱生命的水老价咱的时候，老价咱这个管道的时阵，到底是安怎？原来是对咱的思想来行。所以你的思想会影响到你的生命。你若想这个原理，你就知影。水安怎来变？是因为咱对这好事什么行，伊就什么行。咱的生命要行出来，就是对你的思想。你的思想安怎想的时，你的生命、你的人生就行出安尼去。所以咱看伊讲，思想会当决定咱的行为，行为会当决定咱的命运。所以你若咧命运要得到改变，你要改变你的行为，你的行为要改变，你就改变你的思想伫咧。咱现在的行为甲这状况，就是咱以前的这种思想的结果。咱未来的情形面啊，就是咱现在咱的思想的结果，就是造成咱以后。所以咱要过着一个丰盛的生命的时阵，咱毋茫讲咱为思想是一种下上帝心意的这思想，下上帝心意的思想是，才会互咱带来过一个丰盛的生命伫咧。咱若要享受丰盛的生命时，是看咱是安咪选择下上帝心意的这种思想的。就是拄遐所讲的，是积极正面的思想，是公义圣洁思想，是一个相信应允的思想伫咧。当咱若是只用经这个下伫上帝心意这思想的时，咱就较袂去找借口，啊是这拢别人的责任嘛，咱就开始较有智慧，
咱就当注意到迄个正面，搁下伫真理的这种思想伫咧，咱就当真正去体会叫什么叫做万事互相效力。所有代志发生伫咱顶面的，其实拢要互迄个疼上帝人有帮助。你有感觉对你有帮助无？你感觉迄个不如意的，迄个真艰苦、互人艰苦心的代志，敢真正对我有帮助噶？还是我无去思考着迄个部分？我无去思考着伊个正面到底是甚物？我无徛伫上帝眼光来看这是啥？上帝互这样代志的应允到底是甚物？是因为我这方面的功课我学了无好，所以我感觉万事伫我身上拢是无好。但是上帝甲咱讲啊，万事互相效力啦，是要疼上帝人有通利益啊。这个是大声都有定好的。毋望上帝这个应允，你真正咱去去掉，你的人生要完全无共款，因为你不再个是我个家己啊，你是我个迄个创造万物的上帝的应允伫咱的心中。咱即礼拜有即个小组伫咧，伫小组中间，咱问的这个题目是讲，你毋知咱分享一项，你因为你的思想改变了，你的生活就得到实际改变的事啊无？然后你是毋是有去受到这应允的这种福气？你有领受到无？若无的时，你伫即个听，还是行，还是即个读，还是行会读，还是即个想，啊甲读有共款啊无？你的这操练到底是如何？毋望咱会当甲别人来分享，目前你上个需要的即几项内底，到底是倒一项？咱就彼此伫小组中间会当透过祈祷，彼此来带祷。毋望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合上帝心意的思想，咱会当过着一个丰盛的生活、丰盛的生命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爱阮世间人过着一个丰盛的生命伫。你所以透过圣经，你有阮真侪正面的这种思想伫咧。你以爱阮每一个人拢是过着一个合上帝心意的有这个思想伫咧，就是阮是迄个积极正面的。阮是圣洁公义的，阮会当牵调伫主你的应允的这种思想，求主你来帮助阮，互阮会当透过阮常常来听上帝的话语，常常读上帝的话语，常常来思想上帝的话语，上帝你的价值行出来时，透过安尼，阮就牵调伫主你的应允，这应允就到伫阮的心上，阮就要承接迄个福气的。阮感谢主，你互阮这应允，互阮这价值，求主你来帮助阮。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，这时阵阮要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告别来告别阮的信仰。阮信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，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，伊实行审判甲拯救。伊的囝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做人，做咱的兄弟，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。对伊的受苦，定是伫假死，搁话显明上帝仁爱甲公义，互咱甲上帝搁好。伊的神就是圣神，踮伫咱中间，赏赐开力，互咱伫万百姓中做见证，直到主过来。愿信圣经上帝所启示的，记载伊的救赎，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。阮是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体，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，做和解使者，是普世的，佮定军伫本地，认同所有的子民，通过听甲受苦，来成做毋忘的记号。安尼，人有社会、政治、甲经济制度，也有文艺、科学，阁有追求精神的心，总是人有做误用这个温数，破坏人万物甲上帝的关系。所以人着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逃亡，互受压制得到自由平等。
伫基督成做新创造的人，互世界成做伊的国，充满公义、平安甲欢喜。阿免。